即是来练圣诗，圣诗第43首。世间众人拢着天经。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我的心啊，我要来耶和华唱歌。我的心要恬静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圣殿，我的心就真喜乐。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唱歌。咱来学乐耶和华，来学乐咱的上主。咱搁来唱圣诗第119首《上帝的囝基督》。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圣诞节即要到啊，咱要来备办心，咱要来学乐咱的上主，咱的耶稣基督为咱降生，为咱来到即个世上咱的上帝帮助咱，咱要来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伊。咱搁来唱圣诗45首，学乐大别的好诶，第1节甲第2节。
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阮来到你的圣殿，阮心内足喜乐的。主啊，阮要来学乐你的名，阮要来称赞你的名，阮要来感谢你的恩典。22月圣诞节要到以前，阮要来备办心，求你今仔日伫圣殿搁较荣耀，搁较荣耀。阮要来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过去这一年来，足受到疫情的关系，阮受到济的艰苦阮也足济兄弟姊妹确诊实在是伫艰苦的中间，但是阮无袂记你的恩典。主啊，阮嘛有压力的时阵我求你透放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会使得到你的完全的医治。完全的透放，感谢你今仔日求你甲阮同在，伊玛丽你的神求你甲阮同在，互阮今仔日聚会充充满满你圣神的恩典，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平安，请咱大家用欢喜的心来敬拜。
主耶稣，阮甲全世界的人，在听候你的来临；受压迫的人，在听候你公义、自由、讨房的实现；送乡的人，在听候你得饱足、温暖、安慰；富裕的人，在听候你开伊的目睭，接受新的挑战；教会在听候你更新的话名，合一甲见证。愿甘心迫切听候你赐愿五望、三听、和平。主耶稣啊，愿你紧来。这时，人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43篇第1节到第4节，会众请起立。三甲额头来祈祷。主基督耶稣，你是阮的源头，阮性命是对你来的。主基督耶稣，你是阮的盼望，因为你降生世界，愿才有外命的拯救。你互阮受压迫的人得自由，送乡的人得安慰。破病的人得到医治，祈求的人有见证。主耶稣，阮是安尼的渺小，较因为你的拣选，互阮成做你的儿女。我要搁再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有讲，信耶稣愿望有平安，有喜乐。今仔阮自己做伙来做礼拜。求主赐福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体健康，求主保守每一个家族有满满的稳定。愿以马内利的神甲众人同行，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咱即时来读启敏文圣诞和平的祈祷。
我来客，也这来吟。满满有疼痛的上帝，你找见众囝儿，诚做你找见圣囝，诚做人来踮伫阮中间。求你，互阮甲你同工，消除人类中间的怨恨斗争。满满有疼痛的上帝，你找见圣囝降生做人，也徛起伫颂扬人的中间。求你帮助阮甲基督同行，修补破裂的关系。人类得等待你平安降临的日子。愿你将阮甲你所创造的万物合好。阿免。请人三角来做信仰的告别。大家坐声来读。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甲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有主，手术相伴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17日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甲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归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记载伊的救赎。做咱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受主，是普世甲顶顶对立，认同所有的自民，通对疼甲苦来成做五万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着地。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18节到25节。我想，现今这个时的苦难，甲将来要对咱显现的荣光袂比的。被造物迫切地听候上帝降临的囝的显现，因为被造物袂当达到受造的目的，嘛是出自伊的本意，是上帝的旨意。毋过，被造物偷放的欲望，有一日伊本身嘛要受偷放来脱离的败坏的拘束，通甲上帝囝儿分享荣光的自由。人知所有被造物到现在，也做伙在痛苦哀求，做伙经验催准的苦痛，嘛会被造物连咱家己的德性。做头水的果子的，嘛得吐气听候上帝，才让人做伊的囝儿，互咱规地人拢得到赎回。因为咱靠这款愿望得到救，看会到的愿望毋是阴望，看会到的哪着愿望？人着愿望迄个看袂到的，
就会忍耐听候。罗马书第8章35、39、39节，啥人会当测量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夭饿，是散赤，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因为恁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人看咱亲像要互人杀的羊，拢毋是。伫遐的一切代志，咱靠疼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存。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的，是地下的生灵，也是伊其他的被造物，拢袂当测量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即时要请妇女团契来学乐，因要学乐的歌是那双看不见的手。
要请黄牧师来讲道，今仔日题目是五梦的缘由，耶稣降生。兄弟姊妹平安，咱三甲来祈祷。主，因为你的同在，我能五梦；主，因为你的来临，我互阮伫苦难中的亮光。主，世界伫痛苦心硬的中间，但是主啊，阮五梦就是你来临，安尼阮会当得到上帝囝儿的身份，这是阮的五梦。甲你建立关系，伫上帝你的听内面得到保守，得到快乐，得到拯救。主，感谢你是阮患难中的黄梦，也无任何这个事患难会当切断阮甲你听的关系。主，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有你甲阮三甲同在，有你真做阮的爸上帝，有你真做阮的快乐，阮同行的谈判。感谢你。透过今仔日，阮的信息，过来鼓励阮，赞阮的快乐，互阮有愿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呢是咱大降节第二个主日所以咱要来用这个愿望的主题来听候来行旨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虽然咱已经成做上帝的囝儿。但是，咱也要伫伊的话语中间，透过这个愿望，搁一遍真正来体会互伊的愿望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常常发出一个声，特别伫苦难的时阵，上帝啊，你伫倒位？有一个青年，伊伫学校是真好的学生，伫教会嘛是非常热心，安尼真活动，参加教会真侪只个聚会服侍。伊本身嘛是安尼读圣经祈祷对人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呢，差不多伫教会内面所应该做真好一个信徒的模范，伊嘛真力去做。所以伫学校甲伫教会人拢读真学乐真乖巧的囡仔真爱读册真好学生真乖教会真热心。伊甚至感受上帝对伊的呼召，讲：我若是大学毕业的时阵，我就准备要来专职来服侍。所以教会牧师会友拢爱真听这个囡仔真可处的一个青年。不过牧师知影一项，伊的人生真顺利，有人对伊做称赞，伊真少拄到挫折，所以有时会表现出对家己真有一个自信，安尼。甚至对信仰嘛是真有自信，安尼人的称赞都会加添这种自信。不过到18岁时阵，伊的老爸弟弟讲：伊就真迫切祈祷安尼相信上帝会来回应伊的祈祷。团契有真侪兄弟姊妹嘛共款，安尼为着因老爸来祈祷，甚至来鼓励：你这么听上帝这么热心，你祈祷上帝一定会听，一定会安尼医治你的老爸。但是呢，伊老爸的病况嘛是愈来愈无好，最后真正安息主怀。所以你过去呢，伊就安尼真表现真热心，拄着人来鼓励，讲上帝会听你的祈祷。所以呢，对到这个结果的时阵呢，伊就安尼真埋怨上帝。伊讲我都有尽力做好一个基督徒但是拄着我需要的时阵，我伫困难的时阵，为什么上帝敢若拢无出手帮咱？互伊失去伊上爱听的老爸。一个月了后，伊拄着伊看到一个车祸，又经过这个急救的训练，就赶紧去斗三工。结果呢，发现讲哇，这车祸的两方拢是伊的朋友。这车祸真厉害，伊就来急救，结果呢，有一个朋友死伫伊怀抱中间。所以伫稳重伫伊心中迄个愤怒、愤慨、妖异全爆发出来，上帝生气安尼。我上帝我为着你做遐一个代志，放落我家己真侪享受，要来服侍你军队你，但是我拄着这真大困难，伫你祈祷的时阵，你拢无插。
拢无阻止这不幸的代志发生。亲像过去突然白白安尼服侍，拢无受到应该有上帝的回应，好的回应。伫这关键时阵，上帝拢无出手，所以呢，伊对上帝就产生一种信仰中的疑问甲犹疑。我到底做什么毋对的代志？你上帝你哪讲啊？安尼，你安尼白白打放杀的感觉。我过去对上帝安尼付出，敢无都得到上帝一点仔的回报安尼？还是过去我对上帝遐个热心是一厢情愿，其实上帝都拢无关心我的代志，然后甚至讲上帝敢真正存在？若无时，迄个慈爱上帝，那伫人的苦难中间，拢无出现呢？这个疑问伊也毋敢对人讲，因为伫人的观念中间，伊就真热心嘛。然后讲知影讲，这竟然遐热心的人，听上帝的人，伊这疑问，凡是其他的人信心嘛得到，嘛有一寡安尼受影响。所以，伊这个疑问无得得到解决，停止聚会，无搁读圣经祈祷，甚至无搁参与服侍，对上帝生气。因为上帝跋倒，一年了后，伊拄着伊家己本身拄着一个意外的事件，但伫迄边的意外，伊体会上帝，互伊经历一边的新热，伊就知影讲上帝其实无离开伊，伫伊家己本身需要的时阵，伊有愿听伊。但是经过这个过程，伊信心、伊的信仰有一个真大的改变。伊过去靠家己的能力、靠家己的热心所建立的信仰的根基，拢是即变这一连串这的试炼中间受震动。所以呢，伊个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将这个信心放伫上帝恩典中间。有真侪代志伊无明白、无了解，但是伊知影上帝还佫伫个身躯边，伊安尼信心、定心建立。伊信仰的观念也有一寡改变。姊妹，人敢会因为上帝跋倒？因为上帝跋倒，亲像这个青年人共款，当伊拄着真大一个苦难，还是真大的问题，无得得到遐解决的时阵，因为上帝跋倒。为什么会安尼？那较正确来讲，毋是因为上帝跋倒，那是因为伊本身对上帝迄个信仰的观念，认为上帝无达到伊的期待来跋倒。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咱对上帝有这种期待、信仰的期待，然后当上帝无达到咱的期待的时阵，咱是上帝无顾虑到咱家己本身的利益的时阵，咱就可能信心就受到考验。这个问题，那是因为到底这种观念对唔对？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拢是相信一项，这个一项就是我来信耶稣基督，我来信上帝，我是上帝的囝儿，所以伊疼我，爱着我感受到，就照我的期待来达到，照我所会当得到的、感受到的利益。我感觉我信上帝靠迄个价值、迄个感觉。所以呢，如果咱若是因为上帝来跋倒，有可能就是咱的信仰的一种观念，可能是建立在这个错误的认识中间。所以咱常常咧讲到感受，讲上帝无听我安尼，为什么无听你？拢无听我祈祷啊？为什么无听你？我都替祈祷，希望我得到啥物物件，伊也无互我啊。为啥上帝无听你？我伫艰苦时也无，拢无看到伊。上帝要照我的祈祷来应允我，上帝要照我的期待来成就。我为着上帝甲伊的教会热心，无得到上帝的回报，愈热心受到艰苦愈大。我服侍愈济，人对我批评愈大。我信上帝，但是上帝无保护我免除苦难。
安尼我信这毋知有啥物利益啊无？兄弟姊妹，有利益啊无？常常对咱的利益来思考咱的信仰。马太福音13章有这夜经子的譬如，伊安尼讲，也伫石头顶的人听了道理，哇，真欢喜领受，但是心内无根，所以伊的信仰不过是暂时，一旦拄着遭受患难甲迫害时阵，马上就跋倒。兄弟姊妹，无根就是有可能咱对上帝的属性、性情、伊的作为欠缺明白，要徛伫迄个真理中间来明白上帝。咱总是用咱有限的智慧、财物，要来了解无限的上帝。上帝都要照我所期待的来作为，通常拢是安尼。所以特别当咱拄到这个真大的苦难的时阵哦，过去这种信仰的观念就受到真大的考验。所以咱要一段话一段来讲起苦难，因为苦难是对咱的信仰上界大的一个考验。咱不时拢伫苦难中间。不是拢常常有无顺利的代志发生，不是呢，拢袂感觉讲咱有一种幸福感。当然，咱对上帝祈祷，并无我所期待的，亲像人所讲的，逐项富裕、健康、安尼顺利、安尼亨通，逐项拢真好势安尼，敢若无真安尼啦吼。讲起着苦难，咱要讲起伊到约伯的苦难，也要对约伯的苦难来明白、重新明白苦难的这个观念。第一项，苦难是真实，但是苦难甲咱的幸福是两面的。姊妹，咱要了解苦难的时阵，总是会感觉讲苦难无应该发生，苦难无应该存在，无应该临到伫我身上。所以，咱若信耶稣基督的时阵，咱会得到保守，免得患难，咱会当享受平安。咱会当得到上帝赏赐，互咱富裕丰盛，这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象征。姊妹，所以有过去一个观念，也是咱有时听到会友咧讲，迄个囡仔够读册安尼，做事业做了有够成功，上帝有够来祝福的。所以咱的常常感觉一项亨通顺利，这是上帝的祝福。若拄着安尼，上帝若拄着什么种代志，上帝若互伊拄着遮尔大的苦难，就感觉上帝无祝福的感觉，产生一种犹豫，心内底可能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到有什么代志对不起上帝，无咱会拄着遮个事。这是咱对幸福甲苦难中间，总是对咱人的角度来判断幸福、苦难，上帝祝福，上帝互伊患难。约伯遭受第一个大的苦难，就是失去所有的儿女，甲所有的产业。弟兄姊妹，伊产业真多，产业愈大，失去的时阵，迄个苦难感受就愈大。我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生活也无啥物钱，无生活搁200块，失去嘛200块尔，迄甲2000万失去无啥共款的体会，对毋对？约伯的产业真多。完全失去，伊的儿女拢是真优秀，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缘投，7个嘛是真侪儿女，常常安尼自执欢喜，所以呢，表面常常甲因做伙食饭，甲伊自执，伊的儿女是真幸福，但是真命中间，儿女完全失去，这是非常大的苦难，但是。伊讲一句话，伊讲赏赐的是耶和华真幸福的事，收去的嘛是耶和华真大的苦难。但是无论是赏赐的幸福，无论是失落的苦难，耶和华拢是应该得到懊恼的。这是约伯的嘴所讲的，表达这样事：幸福、苦难、赏赐甲收回的，拢是出自上帝。在咱经验中间，苦难是一个真事实的事，但是苦难甲幸福
是一体两面。安怎讲呢？因为咱对失去搁得到的一切，咱较会搁较珍惜，较会感觉真感恩。所以，搁得到迄个幸福感的感受就会较强烈。所以，浪子的比喻中间，对这个老爸来讲，这个囝是失去搁得到，所以会当珍惜这个囡仔的宝贝。哇，当来先就来斟，来挂金手指，啊，就互伊搁较水的衫，啊，就欢喜快乐。失去搁得到。但对这个浪子来讲，我也相信，当伊搁归回伊老爸的厝的时阵，伊才能明白老爸的疼，以及家庭的可贵。过去咱用讲咧，逐工想要出去外口咧，吼去放荡安尼，但是即摆转来到厝啊，家庭温暖，转来家庭较是幸福。所以咱伫战争失去和平的时阵，咱才会当珍惜和平。咱过去的日子拄着真大的动乱，咱才会感觉讲岁月静好啊，是真好，啊，就平安安稳，安就好啊，安尼吼。如果咱有即个财务上大起大落，趁真侪钱，佮死了真侪钱，人生起起落落，咱才会当珍惜每一个时刻，平安的日，每一个分钱。如果咱若失去咱的亲人，咱就会当佮较珍惜现在伫咱身躯边的人。啊，姊妹，只有经过苦难时，咱才能体会幸福的感受，才当珍惜咱所拥有的物件。这是苦难带予咱一方面的体会，苦难甲幸福是一体两面。第二，有时咱认为过去咱感觉苦难就是苦难，幸福就是幸福，但是呢，现在幸福甲苦难是一体两面。第二，咱要讲到苦难是存在一个事实，但是苦难毋是处罚，毋是一种的报应。所以伫咱传统中间，拢感觉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所以咱来感觉讲，咱着爱正直。如果咱若是正直来生活，啊，做人做事拢是真正派，啊，咱着一帆风顺。所以呢，咱有即个观念时，就感觉讲，我应该得到好回报。安尼，我的人生会当有真成功、真乐观，因为我是做好的事、做好的人。啊，这种观念，咱常常有这种因果的想法吼。有一个兄弟得到癌症，伊心内足不平。我无食薰，无啉酒，我真注重食米养生。我按时阵运动，我无歹习惯，但是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啊，姊妹，苦难时咱总是要找原因。如果若无迄个因，就无应该即个果。也是讲，因为有即个果，一定有迄个因。所以，咱对家己的苦难，对别人的苦难，拢会去想要去追找原因到底是啥物？到底是啥物人造成即个苦难原因？如果是我做事毋是有啥物这种代志，我做错啥物代志啊，遭受即种的报应吗？还是讲我都无做啥物歹啊，为什么遭受即种的苦难？甚至若伫其他宗教中间，有可能啊，你即摆苦难是感觉无啥问题，但是顶世人所做的业哦，追溯到上辈子。做些找出原因，为什么安尼我会这样对我现在受苦难中间撇免，得到某一种苦难，啊，去找出这个苦难的原因是啥物？安尼我会较明白是点啊？所以，咱上无多接受的情形，就是义人受苦，义人受苦难。看到义人受苦难，但是歹人呢享受富禄、权利、名声，安尼啊，愈教啊愈好喜学，爱就愈有成就安尼。所以，就真侪人来用到即个问题，你若要得到什么叫成功，你得学习好喜学内面讲的吼，毋通做好人啊，做歹人，愈歹落啊，你享受幸福愈大。啊，姊妹，咱不平。如果真正安尼时阵，讲上帝啊，安尼敢有公平？所以呢，这个体会常常是约伯
记内面所讨论上界大的重点。约伯伊就坚持讲，上帝我都无毋对啊，我就真正义啊，我都无做啥物毋对。上帝啦，我遮大的苦难，你嘛甲我讲，到底我做啥物毋对，你互我知影一下。安尼，伊家己嘛认为安尼啊。伊三个朋友嘛是咧控告约伯，约伯你拄着安尼，上帝是真正正义的啦，安尼吼，公平，你会遇到遐大的苦难，一定你有啥物种毋对，安尼。哇！这个安慰本来是要带互人安慰，但是呢，后来这个安慰带来个愈大的苦难，因为约伯不断受到伊三个朋友安尼控告，你错，你毋对，你错，你毋对，所以你得到苦难是上帝带你处罚，安尼。所以呢，这种的处罚，这种安慰，甚至咧用神学，用信仰的观念带你控告。但是，有时咱来去安慰别人的时阵，如果咱若是一直有这种的因甲果报应，还是处罚的一个观念的时阵，咱可能去到别人的所在，咱想要安慰伊，咱想要鼓励伊，有时反倒转，互伊加添更较大的一个苦难。有时咱来看到一个人忧郁症，你要去来安慰的时阵，鼓励伊，会讲不要忧郁了。坚强起来，靠上帝，坚强起来，你可以的。那是讲咱真大鼓励。伊讲这种安慰带来是上界大的苦难。伊知影，伊就知影，但是忧郁。伊知影信靠上帝嘛是忧郁。我来讲，忧郁症就好像呢，去将一个人带到一个非常大的水边，但是游玩感觉喙焦。有时我就感觉我嘛有忧郁，短暂的忧郁，我就感觉讲都提不起劲。我知道要起来，很多事情要做今天都不想做不想动。有一寡代志放伫心内的时阵做无体力，做无做代志，无啥物毛病，但是做无爱做，无开力。姊妹，上个无好就是讲，你就起来，刚强起来，安尼。伊三个朋友在讲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会受到真大苦难，是上帝打你的处罚，因为你失错。有时咱咧去安慰别人的时阵，嘛常常讲，你要有信心哦，你即马破病，对上帝要有信心，你若有信心，就会得到好。这种鼓励，伫过去我嘛捌讲过，靠主刚强，靠主勇敢，靠主得到医治，安尼，你若有信心。姊妹，这是真大的一个反面的一个安慰。如果伊若无得到病，医好的时阵，又受到一种的罪恶感，我就是无信心，我才会安尼。甚至有这种情形，雅各书讲你若互相祈祷罪得到赦免病得医好。我捌拄到一项，有一个会友讲，有人去来安慰。别个来探访，但是甲讲，你着爱认罪，你着病得得到好。伊着真正认罪无好，后续来时一定佫有罪无认，佫认罪佫无好，愈来愈沉重。一定伫藏伫你内面有啥物种的大的罪拢无认安尼安尼你着好好叫上帝，互你知影你到底犯啥物大罪，才得到遐个大的病安尼。后来伊非常的生气，我都已经拢认啊。知影拢认啊，若毋知影，就上帝甲我赦免，互我知影，我知影拢认啊，无你叫我要安怎？兄弟姊妹，错误的神学、错误的信仰观念，有时就加添互咱更较大的一个苦难。约伯的苦难，毋是犯罪的处罚，反倒转相对。伊的苦难是因为伊有真好的信仰的模范，所以伊的信心得到考验，所以伊安受苦，乃是见证伊信心模范的价值。所以咱要看约伯伊苦难的问题时阵，咱只有看去，伊就比这人更较坚定，伊个比这人较热心。但是受苦难，咱无得用这种处罚因甲果来讲起
约别的苦难，咱也袂使去追查到底有啥物种因递到啥物果。代志发生无一定照咱所智慧思考的这种因果的观念去来反省。第三项，咱有时就对苦难有一个了解，或是有一种观念，这苦难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安尼。所以咱感觉讲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啦，安尼吼。所以呢，上帝运用苦难要达咱祝福。有时咱若苦难真大时候，讲上帝啊，宁可无爱这种的祝福较好，安尼吼。这种的祝福唔爱，安尼，莫互我苦难就好。咱来感觉讲苦难是上帝管教一个工具，是上帝的手段，用来洁净咱的心，互咱的生命更加成熟。一方面，苦难会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安尼，但是呢，对一半，这毋是上帝的工具，毋是上帝的手段。有时苦难就咱带回到上帝面前，但是苦难其实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个可能就是唤醒咱内在一个溃烂，安尼经过苦难了后，咱的心更较开阔，咱可以去体会别人，同情别人，到一个同理心，安尼，咱可以更较来到上帝面前，这是较好的结果。但是呢，苦难嘛可能将一个人安尼把他击垮。互这个人的反面愤世嫉俗，嘛有可能开始埋怨上帝，然后对上帝生气，离开上帝愈远。所以，当上帝讲我要用这种结果，这种工具、这种手段的时候，有可能产生反面的啊。但是，告诉讲上帝无试探人，除非咱会当伫苦难中间加添上帝的身份，咱来顺服上帝，安尼才会当产生这个共同的一个作用，或者苦难成做咱的利益。所以，约伯同款呢，伊是存着对上帝敬畏的心，伊想要探讨这个苦难的原因到底是啥物，然后伊当撇面这个事。但是伊太太无同款哦，伊太太讲你拢无爱埋怨上帝，意思就讲好啦好啦，你安尼。受苦难的死死就好啦，安尼吼。你若拄着这个上帝，你拢无爱埋怨上帝吗？你敢要得个维持你心中的正直吗？你想要个维持你的正直，因为你正直并无互你得到幸福啊。你敢要个做遐好的人？伊太太可能是较反面的吼。兄弟姊妹，所以伫苦难中间，上帝所做的事应允。苦难发生，但是约伯的苦难不是出自上帝，约伯的苦难是出自魔鬼，上帝应允。这是咱所拄到一项事，上帝要加添互咱苦难真这手段，但是咱本身伫罪恶的世界中间，世界本身所产生就是苦难，上帝无加添苦难，但是世界本身就是苦难的起源，上帝互伊发生，上帝允准伊发生。但是上帝无制造苦难的发生，所以苦难是事实，但是这不是工具。第四项，苦难是事实，但是苦难也显明咱的自我中心。约伯伊伫苦难中间有表现出一种的态度，我无毋对，我做人行代志拢是真正直。我非常敬畏上帝，所以一直追查上帝到底我伫苦难中间是什么种原因？我是一个真好的人，无应该有这个苦难。现在我遇到真大的苦难时，到底是什么原因教我做一种的反背？所以，这显明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常常有这个情形。当咱伫苦难中间，因为咱自身的感受遐尼强烈，咱可能嘛有一个反应。我是世界上上介可怜的人，所以咱进入世界咧发生内面是自我为中心来思考周围这个代志。为什么？一定是别人对我会唔对，对我产生一种伤害。一定是上帝无公平，对我有一种无公平的对待。
世界那亲像拢用自我做中心，所以咱若要去关心一个人的时阵吼，最好的方式，这就是，其实我嘛经过真大的苦难。伊才知讲原来你也拄着这大问题，是啊，原来毋是我上爱可怜的啊，是啊，我嘛拄着真大的苦难，但是我也知有经过这个事。互伊当明白，世界毋是只有伊一个人伫患难中间，因为伫苦难内面，常常世界拢变做是以这中心来运作的心。弟兄姊妹，这是也是咱常常爱避免一件事。圣经内面讲，全世界拢陷落伫痛苦、哀叹的中间。这是咱谈到所睇圣经内面，全世界拢是痛苦、哀叹内面。有人讲起咱台湾是全世界上界好嘅前3名，当你无感觉讲我哪有好嘅啊？但是这是整个国家的财富来讲的，表示讲咱是全世界内面算是生活伫真富裕、真安全的一个情形中间。那比起其他的世界内面3顿会当吃饱的应该无问题。最近呢有读到咱的主的祈祷文，伊讲主啊，伊讲上帝啊，互我今仔日有物件通食饱，赐予我今仔日所食的物件。这个表示讲，安尼祈祷时阵，乃是表明有最侪人，甚至是全世界同中间，这是普遍存在一项，一天的食物，一天够个。无明仔载食物，无度来满足伊上个基本的生活需要。今仔日咱有真富裕。你冰箱可能物件可能袂少，一个冰箱2个冰库，安尼囤物件，囤到物件拢袂记的，歹去安尼。所以全世界足少安尼啦，咱就是免烦恼明仔载，毋免烦恼一个月食物。咱的存款内面，还有真侪只存款，会当互咱负担半年、1年，甚至一世人的一个生活。但是兄弟姊妹，你有感觉满足，还是幸福？感觉无一定。咱对苦难的理解，通常用咱家己想法、咱的智慧、咱自身的利益来判断苦难甲幸福，而且用这种来建立咱的信仰。当上帝真做我的利益的时阵，真做我的帮助的时阵，有满足我的需要时阵，我感觉来信上帝靠迄个价值，敢是安尼？《传道书》第3章讲到一项，生有时，死嘛有时。这个中间讲到2面，生是一种欢喜的事，死是一个苦难。啼哭是一个苦难，笑有时，欢喜的时。哀痛是伫苦难中间有时，跳舞欢喜嘛有时。憔悴得到有时，失落嘛有时。姊妹，这是讲咱人生所拄到的事。然后圣经记载讲，其实这是咱生命中间所拄到的2方面：苦难甲幸福。上帝无安尼定标准，上帝并无去判断讲生就是欢喜幸福，死就是苦难。伊只有不过甲你讲有一只的现象，而且接续安尼讲，上帝互造万物，照伊所定定的时机，真做美好。生是美好啊，死哪是美好呢？啼哭毋是美好啊，笑较是美好。跳舞是美好，哀痛较是苦难的事啊。但是圣经内面讲到，上帝互这个时、这个事、教义的时，真做美好。意思照传道书内面所讲的，幸福甲苦难，拢是上帝所安排应允。然后伊佫接续一句：上帝对头到尾的作为，人无法度切透。总是咱用咱的家己判断去判断，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幸福。但是上帝讲2方面
拢是好。所以，咱用咱的智慧，认为苦难是上帝来处罚犯罪的人。咱认为苦难是上帝管教人的工具。咱认为苦难会互人离开上帝，所以咱有时咱要传福音的时候，拢毋敢讲着苦难的事。咱讲啊，你信主耶稣基督有平安啊，有喜乐啊，有快乐啊，有幸通啊。姊妹，事实上无安尼。咱避免苦难，因为咱感觉，咱若讲苦难的时阵，人特别来信主耶稣基督。要毕竟，其实伊所表现的是人对苦难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甲失败。意思是讲，你毋通照你所想的，你毋通照你所想的苦难来做判断。你安怎样受苦难？正如过头前几项所讲的这4项，其实是你的智慧，但是真正毋是安尼，表示你的智慧有限。人有限的智慧无法度理解苦难，苦难是一个奥妙，存在伫上帝的智慧中间。所以伫约伯记内面，约伯伊不断追找苦难的原因到底是啥物，但是上帝无予伊任何伊的苦难的答案。反倒等伫尾后的时阵，伊问约伯真济伊所毋知的代志。咱读的时阵啊奇怪呢，答非所问啊！约伯要了解是这，想要明白是苦难原因，但是上帝讲真济这代志，甲苦难一点仔关系都无，无予伊任何答案。只有问到你敢明白，你敢有了解，你敢有智慧去了解所有这你毋知的代志？伊讲我毋知影，若毋知的时阵，你嘛无法度去明白苦难的事。因为苦难是一个奥妙，毋是你，也不是人所会当理解的事。所以，最后约伯伊明白上帝的意思，伊就放下伊家己的自我中心，伊承认我家己是非常的渺小，原来我家己是遐尼无知。我想要去追查苦难，但是苦难是遐尼奥妙，毋是我所会当明白的。我用我的智慧去判断上帝的作为，但是上帝的作为是毋是我会当切透的。所以后来伊安尼讲，所以我所讲的、我所追查的、我所表明的，是我无明白的。因为苦难的事，甚至上帝你的作为，是遐尼奇妙，是我所毋知的。前我捌听着你，现在我亲目睭看你，所以我为着我所讲的，为着我判断的，为着我用人的智慧想要去了解的苦难，我收回。我伫土粉、炉火的中间反悔。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约伯伊对苦难全新的理解，有时阵无法度去明白、接受、顺服。弟兄姊妹，所以咱对安尼要来反省一项事，因为咱常常用咱的信仰，也是咧用咱的智慧，要来理解咱所拄着的事，甚至咱对咱的角度、对咱利益、对咱对上帝的期待，来判断这个信仰对我是毋是有价值。咱常常都讲起信耶稣基督有平安甲喜乐，万事亨通顺利。只要你若信心病得了医治的时阵，你若无拄着这个时阵，你讲会对上帝有这个摇疑，对你的信仰产生一种摇疑。这是约伯伊所拄着的事。但是约伯表明一项，伊讲前我听着你，现在亲目睭看你。这个表明，这个信仰，相信上帝就是上界大的价值。信仰的价值，毋是对咱的角度判断，毋是对咱自我中心来判断，毋是咧对咱是不是感受到上帝赐予你真大的利益来判断。所以，这个价值，甲伊生活过了好歹无关系，过了好，过了歹。感觉有上帝就真好。
毋是咱伫顺境中间，还是伫逆境中间来做判断。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我犹原看重甲上帝的关系。不管咱的苦难是对什么所在来，用什么方式临到伫咱，对约伯来讲，虽然伫遐大苦难中间，失去的健康，失去的产业，失去的儿女，但是伫遮讲，我现在亲目睭看到你，体会到你的同在，这只要是我认为上界重要的事，其他拢是次要。这个所在要来教导咱一项，就是约伯伊无了解、无明白苦难的原因到底是甚么，但是伊犹原会当无顾一切，伫真大的苦难中间牵调上帝，紧紧牵调上帝，无放离。所以，兄弟姊妹，咱相信万行事拢是对咱有利益，这是无毋对。但是万行事到底是甚么万行事，咱毋知。最后是莫歹的代志，莫苦难的代志，莫咱认为毋好的代志。但是上帝的万行事，可能毋是咱所想象的事。你一句话讲，虽然真正拄着的代志我无明白，但是我犹原顺服接受。诗篇39篇嘛是讲，上帝啊，这是出伫你，伫我的苦难，若是出伫你，我就点点无开喙接受。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嘛是无罪受苦啊，伊嘛是共款交付伫苦难，而他比咱所受的苦难更较大，甚至于交付死亡的困难。但主耶稣基督是袂加苦难，后来互各我来得胜。然后透过伊的苦难，咱会当领受恩典；透过咱的信心，咱甲上帝会建立合一的关系。咱主耶稣在圣经内面讲啊一项，无所有苦难的形式，无论是苦难，无论是刀剑，无论是压迫，无论是妖恶，所想象这苦难，无一项会当切断咱甲上帝的关系。这个所在，咱是讲掉一项，免想要在意这苦难代志。这苦难咱无法度明白，但是唯一一项是不变的，是咱爱牵掉的，是咱认为上界大界限，就是上帝听咱，这个关系是袂切断。归回到一个关系，就是像约伯讲的，我现在会当亲目睭看到你，其他次要。我有拄着真大的困难、苦难，为着上帝的缘故，受着真大这困扰，不要紧，咱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其他伫信心的中间讲，上帝对咱听，袂切断。这个关系是上界宝贝的。透过主耶稣基督，咱有真大的愿望，因为讲伫世上有苦难，这是事实。但这个苦难不是上帝所造成，但是这是事实。主耶稣讲，但是伫我内面有平安。暂时的苦难、轻的苦难，要为咱成就未来无比的荣耀。这荣耀是建立伫咱甲上帝关系内面。咱三个来祈祷。主啊，你就是我的愿望，就是无尽的黑暗中间，你是我的亮光。伫无尽或者的路程内面，黑暗路程中间，你是我的出路。主感谢你，伫患难中，你是我的帮助；伫苦难中，你是我的愿望。因为所有这些事，所有这些苦难，拢袂当切断我甲你的关系。这个关系乃是建立伫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我为着这个关系献上感恩，也保守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的幸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119首，会众请起立来吟全首。
回应上帝恩典，请施献的当工。请起立来唱奉献的歌。请大家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感谢你赐予阮逐项恩典甲恩赐，互阮得到智慧甲财富。但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愿你接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即时来报告，本主日是大藏节的第2个主日，以5梦来迎接主耶稣的降临。本主日伫个礼拜后，教会6楼要召开2023年传道组甲礼拜组的联合讨论，请执事会使做伙来讨论。即礼拜本主日伫个2点半12点半的时阵，嘛是伫个教会6楼，有那要召开圣诞节甲活动的主备的会议，请总务组遮执事会当出席来讨论。事工的研讨会伫个12月10号拜六，教会7楼要举行，为着即个时间是伫个下早9点到12点半。也请2002年甲23年的新的中职甲执事会当来开会。阁有即个2023年事工的计划，会当伫个12月4号进前，甲即个计划档案寄予咱的玉山干事。2023年合会伫个新年2023年的1月15要开会，所以即个时间有那是联合礼拜，所以伫个10点的时间，也请中老的红立、执事的昔日、团契小组甲遮的组长，一定爱甲即个时间拨出来，准时来出席。咱伫个1楼有2023年的月历，请一户一份会当摕。即时有一寡圣诞的活动，较顶较请牧师还是长老会来报告，先互牧师来介绍新朋友。补充几项，就是
咱伫过来后拜六咱有这曙光研讨会吼，所以咱若是这曙光组中级的曙光组你遮会计划报告还未出来吼搁赶一下吼伫拜二啦吼，莫讲今仔日拜二。安尼，咱会寄互玉山，安靠有一个时间整理吼，才出来。所以咱遮中级以及咱的机构首长拢会当来参加吼。伫后壁的所在有讲到，就是讲现在因为即个疫情已经较严吼，所以呢有即个新的规定就是讲咱若是上诗班啦吼，还是书会，还是讲道，咱会当无挂即个手暗吼，但是呢，像兄弟姊妹，咱礼拜时阵嘛是共款吼，专程来挂吼。食饭、食物件无要紧啦吼，暂时安尼吼，会当客起来吼。咱为着咱现在就是这个曙光来祈祷，所以呢，有这个牧师来咱教会想讲，恁节目遐尼多，现在这个活动遐尼多，这拢是咱兄弟姊妹真热心所安排，自主性的这个安排吼。所以呢，有对来对外。对囡仔一直到年长的，所以咱为着这个活动来祈祷吼。那接下来欢迎咱各位新的朋友，涂秀妮、秀露姐吼，秀露姐非常欢迎。咱邦家教会吼，好多谢。邦家教会吼，来看因阿姐啦吼，安尼，姐姐有伫无？姐姐来吼，来涂梅花吼，梅花姐吼，常常爱来吼，多伫身边吼。搁有李月华姊妹永福教会，来新竹4年安尼吼，安尼搁继续搁照顾孙啦吼，安尼常常来，然后方便时吼来探访吼，安尼。来顾孙吼，来秀芳姐来，秀芳姐有无？张秀香吼，这是迄个永国老师所介绍的吼，安尼宜兰教会吼，非常欢迎来参与咱礼拜，上帝祝福伫咱新地的时间咱就来这所在做礼拜吼，来见见咱俩吼。好，咱即个圣诞的这个节目甲活动的预告吼，要请文静长老过来补充。兄弟大家平安。来，咱12月24日要到啊吼。12月24日迄个报佳音以前，咱下晡有一个恩典永流音乐见证会，来食一个饭，来有一个平安夜的礼拜，来个要去报佳音。两项重要的事就是，迄个一家一菜哦，敢若看到永国长老写一个60人份的红豆汤尔啦，如果咱兄弟有伊爱煮食的，会当来奉献的，欢迎你紧的吼，今仔日一定要写好势，安尼逐菜单差不多准备的份数安尼写好，若无吼，总务组个只有干那会当办炒面甲炒米粉，搁加一个红豆汤安尼啦吼。所以，你迄天有闲通去准备的，欢迎你做伙来，咱做伙来。恩典永流见证音乐会，甲咱的兄弟，我是较保留哦，我大约计算差不多100人会参加，但是建敦长老讲应该有150啊，差不多，咱就是用这个人数做预备，这是12月24，迄个一家一菜分享爱，希望较紧的今仔日写好势，较等下要去开会，要根据这个菜单量数来决定看24暗时总务组爱准备偌济物件呢，好，搁来有一项就是平安暝迄一暝会报佳音的。迄个路线，政府已经有写几位兄弟，希望咱去去因兜报佳音。这有一个较重要的事是，有真久无来教会兄弟，咱要特别安排用迄个时间去因做一个探访，
互因有缘会当伫耶稣出世的暗暝，会当分享着迄个欢喜。伫即个中间，嘛咱的兄弟伫迄一暗，有会当来参加平安夜的礼拜，平安暝的礼拜。伫礼拜煞，咱会当有较侪位的，因为咱分上少5个路线嘛，除了是咱即个教会附近的，佫有德北，佫有关心路，佫有明湖区，佫有一条路线叫做，毋是车的路线以外的路线，安尼迄个路线是我做带头的嘛毋知要走偌远但是我相信上帝迄圣神的引带感动，咱的兄弟来参与着即个关怀探访的活动。嘛，咱做伙用即个，甲咱的会友讲，耶稣的疼无离开你。欢迎大家做伙来，平安。感谢主。第8项就是幸福小组继续阁有咧聚会，所以欢迎你伫个雅歌小组也是好所在，这2个时间阁会使邀请新的朋友。好，所以咱接续就是要来吟祝福初恳的诗，圣诗第45首，请会众起立。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恁，施恩互恁；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恁，赏赐恁平安。阿门。阿
请坐庙道。